再来看一个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，这是靠湖看水庄，这是为了纪念西元1845年因为水灾过身的先民。今年已经177周年啊，因为因为疫情影响有缩小规模。干那这个金湖万善爷有举办这个仪式，庙方安排放水灯，场面是真庄严。 信徒扛水灯，准备提起海边放。放水灯的仪式是看水庄内底真重要的仪式。透过水灯，带亡人来到法会会场接受超度。借由这个法会可以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靠湖看水庄是地方重要的民俗活动，嘛是文化部的重要文化资产。为了纪念西元1845年因为水灾过往的先民，靠乡和四湖乡当年拢会举办祭典。 超多。我们这个祭典就是从事件发生到今天已经是177年的历史了哈。看水庄的活动延续到今已经有177年的历史。庙方嘛希望借这个放水灯的仪式，祈求世界和平，疫情赶紧退散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